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”在路加福音1章46到47节当中，你与玛利亚有一样的看见吗？你的心、你的灵有以我们的救主为乐吗？我们不只是上帝的仆人，我们仍然是他的儿女，其中我们也是他的孩子。各位各位上帝的孩子们，我们一起在上帝殿中一起来敬拜他吧。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用这一首歌来敬拜赞美他。主要是赐下盼望的主，主要是赐下喜乐的主，让我们一起更多来赞美他。当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，天父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，在你创造里我是大能的。其实随着我，我是你孩子，我是天父的孩子，敬拜中得着智慧，手中有权柄的力，右手有征战的技巧。我是天父的孩子，带着希望的种子，还有属天的盼望，喜乐充满。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，阿们吗？所以我们今天更是要来他的殿中，一起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是在我们眼中，父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父呢？他带领你走过什么样的环境，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你认知到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呢？我们继续用这首歌的副歌，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主啊，他是带领我们赐下盼望的上帝。我是天父的孩子，我是天父的孩子，敬拜中得着智慧，手中有权柄能力，右手有征战的技巧。我是天父的孩子，带着希望的种子，满有属天的盼望，喜乐充满我的心。是天父的孩子，敬拜中得着智慧，手中有权柄能力，右手有征战的技巧。我是天父的孩子，带着希望的种子，满有属天的盼望，喜乐充满我的心。主啊，你是带领我们赐下盼望的神。主啊，我们来到面前要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是带领我们的神，赞美你，赞美你是让我们勇敢站立的神。我们要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你是带领我们来更认识我们自己，认识你的神。我们献上赞美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在这当中，我们都知道上帝你的盼望会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有充满喜乐的心。
但是在现实当中，我们仍然还是很容易就被那现实当中的问题或是一些情境所搅扰、所影响，常常会觉得哦，我好像在黑暗当中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上帝你的救恩已经带领我们，因为主啊，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是带领我们，因为主啊，你定义要爱我们的父。所以我们跟上你的殿中，我们要献上感谢，因为主啊，你的救恩已经带领我们脱离那黑暗的地方，脱离那死亡的权势。我们献上感谢，我们来敬拜赞美你。黑夜笼罩，似乎不见光，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。心在这里祈求，心事是我们盼望，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，这是我们的树。你闭着眼看，侧耳听祷告，这百姓是你所爱的。急难之中，急难之中，我们回转向你，你是主，是主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主，求你善意，不怕你的烈怒，你是主，你是救我们的主，求你医治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兴起，求你就退去。我们呼求，阿爸天父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。主啊，求你的救恩就降临在这里，来与我们说话。急难之中，我们会转向你，你是主，承认你是主，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主，求你善意，不怕你的烈怒，你是主，你是救我们的主。求你医治我们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兴起，求你就退去。我们呼求，阿爸天父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。求你医治我们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兴起，求你就退去。我们呼求，阿爸天父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。是的，主，当我们呼求阿爸父的时候，主，你的恩典就降临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看见你的同在所带来的恩典，充满在你的子民当中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哦。为什么要感谢他？我们先来读上帝的话语，为什么要感谢他？一起来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我们要来赞美他哦。如果你在困境当中，你只看见你的困难，把你的困难放大，你就看见的是黑暗。如果你在困境当中，你把神的圣名，他的尊名把它放大，你看到的就是曙光。阿们吗？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赞美，好不好？赞美神，即使你是在困境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看见那个曙光，你也看见那个盼望，因为你把神的名高举了，你把神的名尊荣了，神就尊荣你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，来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来面前，主，我们献上感谢，赞美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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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圣名，赞美你的恩典，赞美你的慈爱，赞美你给我们信心的眼光，赞美你给我们在苦难当中也有恩典，赞美你，你在让我们患难当中也给我们有盼望。我们要赞美你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感谢你，因着你与我同在，因着你的应许，可以让我们看见你是恩赐福的神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感谢。主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当每一个人尊你的名为圣，我们就要看见恩典不断的降临。当每一个人尊你的名为圣，他要脱离他的困境，他要看见神你的光，就光照在他们，照在那个死荫之地，有光照他们。谢谢主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就是在没有路的时候，你就为我们来开路；你在旷野开道路，你在沙漠开江河，你在悲伤的人当中有喜乐，你在我们无助的当中有力量、有帮助。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把你的尊名放大，我们就看见你的恩典也被放大了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每一次我们要赞美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好多来尊你的名为圣。谢谢主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献上我们的感恩。愿你的平安赐福在我们当中。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世界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世界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照你旨意，不照我的，跟随你是我的喜乐，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在每一天每个选择，我都说我心中主伟大。向亚伯拉罕献上以撒，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，所有一切都是
全然降服，照你旨意，不照我的，跟随你是我的喜乐。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在每一天每个选择，我都说我心尊主伟大。再次来宣告，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照你旨意，不照我的，跟随你是我的喜乐。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在每一天每个选择，我都说我心尊主伟大。主啊，我的选择是跟随你。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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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照你旨意，不照我的，跟随你是我的喜乐。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在每一天每个选择，我都说我心尊主伟大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父亲。主啊，我们人有限，我们受到我们自己父亲形象所限制住。或许我们觉得很温暖，但也或许我们觉得很有距离，因为我们地上的父亲就是这么不完全。但主，你教我们这样祷告，也建立了你跟我们的关系。我们祷告的根据在于主，你看我们为你的宝贝儿女。主啊，你是这么伟大，主啊，宇宙万
真的是不知道你在哪里，这么伟大，大到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这宇宙的什么地方是你不存在的。主，你无所不在，但主，你这么伟大，你竟然爱我们，竟然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还是罪人，我们还是那个做错许多罪人无法原谅的。主，你都原谅，你替代我们。原来我们该死的，主啊，你替我们死。我们原来不配的，主啊，你看我们为宝贝。而且你这么伟大，竟然愿意谦卑，以至于内住在我们里面。你自己说，你就是以马内利，你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。主啊，你永远不离开。主啊，你就在我们里面，你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你是这一位全知全能全在的主。谢谢主，我们有了这个关系，你跟我们的重要关系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来祷告，因为这是你所赐给你儿女们的权柄。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是我们的父，以致我们不是孤儿。主啊，我们不孤单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父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我们请坐。我们要持续来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，祷告的经文其实是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。也就是如果我们要来经验这一位上帝，经验个人都可以经验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经验，是因为我们称他为父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我们这样祷告。我们祷告的根据在他是我们的父，他是天父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有祷告权柄，我们在这位父的面前，我们可以来向他倾心吐意。所以主祷文这样教我们，我们也这样来祷告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刚才有读第一句是什么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这句话愿是什么意思？不是祈愿。这位天父他的名本来就是圣的，那我们不这样祷告，他就不会圣吗？不是，而是说我们这个祷告的人呐，我刘应验，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我这个人所做出来的、活出来的生命，我所祷告这一个你的儿女的生命，让人知道你的名是圣的。我们有过圣洁的生活吗？这个祷告是愿我的生命是让人可以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儿女们所做的，我们有吗？我们有让人说我们这个人是让人可以尊主的名为圣吗？如果还没有，有一点点，或者是人家觉得你自己也神光照你，还有一点距离，愿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来悔改，好吗？所以这个主祷文是让我们可以来悔改，一样一样。我们是不是有不够圣洁的？我们的嘴巴，我们是用我们的嘴巴来敬拜神而已吗？
还是我们真的可以活出我们的主的名为圣，是什么？耶和华以勒，对不对？但我们有没有担心？有啊！哎呦，我好像很不足，我很担心，我好像不够用了，我好像没有办法以神的喜乐为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要求神来赦免我们。我们活出神的名，是耶和华以勒，是耶和华沙龙。我们要活出耶和华尼西，我们要活出神的名。如果我们没有活出这个，我们到神面前求神赦免，让我们的心整个生命也对准神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既然已经成为神的儿女，也就是在神的国度已经降临在这世上，已经降临，但还没有完全。所以愿你的国降临，不是说我们在呼求主，你的国赶快降临，不是，主的国已经降临了 ，already but not yet。今天是你我都是神国度的儿女，但我们所做的是符合神国度子民的国法吗？有吗？我们要求神来光照这一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我们上帝国，我们是神的国民，我们所做出来的有没有符合神国度里面指明的？若没有，求神来赦免，恳求神来光照，然后求神赦免，让我们重新在那个对的位置上。我们都是一群神所呼召的，但我们会越走，如果没有求神，常常求神光照我们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站错边，我们不是站在神那一边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神拣选的儿女，我们就不会站错方向，好不好？如我们所唱的那首歌，十字架在前头，真的很难走下去，因为十字架的道路虽然是荣耀，但却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们所做的要符合神国的国法，不是台湾国的国法而已哦，比台湾国的国法更严格。我们是不是神国度里的子民呢？如果是，神也要在他国度里的那些权柄、能力、智慧，全部都要加给我们。只是我们这个生命能不能承载？如果我们还不能承载，就来吧，来祷告神，求神赦免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整顿吧。千万不要像大直那些都更的房子一样，地基不稳，倒了，别人在盖房子，竟然我们也倒，不是这样吗？我们要对自己生命负责任。别人再怎么挖地基，如果我们的生命对主神，我们不会倒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祷告，求神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神的名是不是为圣？我们是不是在神国度里？我们是符合神的国法？我们开口来祷告吧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是的，主，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不懂主你国度里面的法则。主啊，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以世界为我们的依归。主啊，甚至于主，我们是看身边的人，这世界很多的这些我们不能理解的，但我们却跟着走。主啊，你自己说，你自己的话语，你要调整我们。主啊，你要我们真的是能够回转归向你，就是我们能够起来。主，我们能够知道，主你是我们的主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按照你的慈爱，主啊，你来恩待我们。主啊，按照你丰盛的怜悯，主啊，去除涂抹掉我们的过犯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那些得罪你的罪孽洗涤干净。主啊，让我们除去我们的罪，因为主你要我们重新再来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离了你，我们很多时候不符合神你国度的国法。我们每一次在用主祷文祷告的时候，愿你的名为圣。主啊，
主，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思想意念，我们真的离圣洁还有很长的距离，我们不可能凭着自己成为圣洁的。但是主啊，你要与我们一起来征战。主啊，让我们胜过我们那个老我。主啊，让我们就是跟随着你。主，让我们一天一天过着比过去每一天都更圣洁，更像你。主啊，当我们歪曲扭巴的时候，主，你就用你的慈神爱所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。谢谢你，让我们违反你国法的时候，恳求你用你的爱来管教我们，使我们真的是因着你的名，你引导我们走义路。谢谢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有赦罪之恩，叫人知道你是主。主，虽然我们是那在罪孽中被生的，我们在母亲的怀胎里，我们就有了罪。但是主，你所喜爱的是我们内心是否诚实，特别每次用主祷文在祷告的时候，让我们不是只有嘴巴来祷告，让我们不是只有用嘴巴来赞美你，让我们不是只有用我们的身体来服侍你，而是让我们的心调整，重新被整建。我们的地基，我们的生命要像你的国度的国法，使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你里面，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恳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。谢谢你不丢弃我们，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你的救恩之乐。主，你乐意的灵要来扶持我们，你也要将你的道路指教我们这个有过犯的人。你要拯救我们，凡是我们认我们的罪，你要使我们重新来过的机会。谢谢你，让我们是一个愿意跟随你。你给我们看见我们接下来要祷告的事情，求神你带领我们，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的肢体身心灵来祷告。那我们一样用主祷文，我们再来看，我们一起来读经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想想，我们生活中，我们肢体当中，从我们自己想起就好。我们有很多需要被带到，那个只是事件。神要我们的是，我们有足够合神的心意的生命，就是愿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合神旨意的。因为他自己说，若我们所选的旨意是合神的，那么主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就如同在天上。也就是神的国如今已经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有神国的身份，我们在这地上，我们是双国籍，是台湾国国籍，也是上帝国的国籍。我们是上帝国的大使，我们在这地上的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哪有不供应我们的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已经赐给我们了。音乐牧师常常说，我们不必为我们下个月我们的薪水会不会进来祷告，除非你对那个公司你觉得它会倒。我们会为我们的饮食供应的需要跟我们神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，好像我们的神会倒吗？我没有这一位是他的圣名是什么？耶和华以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来呼喊神的大名。这位神他应许我们，
凡缺乏智慧的，到他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职场上，我们在生活上，我们需要选择对的，选择以基督的心为心的，他要给我们。但如果我们如果因着对人的怨恨的心，因着好像别人欠我们债，我们也欠别人债，那么我们眼睛就被蒙住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用这3点来为下列的事情来祷告。当我们那样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同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就有神十足的平安。因为以赛亚32章18节说：“我的子民必住在平安之地，安稳之处，平静之所。”阿们吗？所以我们就要活出主祷文所应许给我们的，我们就按照主祷文所应许给我们，我们为弟兄姐妹这个肢体，特别是为这些这个身体有病痛的，求神帮助在他的生命被建立，即便他还没有被神医治好，即便他身体还是有那个很大的困难，但他却有神的喜乐。人就知道他，哇，原来这一个神的儿女们是属神的，他有神的喜乐为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好不好？我们就求神来光照我们，我们为了弟兄姐妹的需要带到神面前，求神来兼顾，从他的生命来为他来祷告起。我们就开口来祷告吧，为我们肢体，也为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的旨意是乐意要彰显给我们的。主，我们是要凭着主你的旨意，求神你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，特别是这些有需要的人。主啊，让他们不是只有看到他们的需要，让他们看到他们生命中的破口。主啊，让他们看见他们的生命当中，主你仍然看顾，主你的旨意已经显明在他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开他们的心眼，让他们在身体很微弱，很有病痛，甚至有很多在工作上或者是在他的财务上面那个沉重的压力下，主啊，你让他们明白主你的旨意为何。主，让他们选择能够合神心意的选择，让他们能够所做出来的事情，主可以荣耀神，对人有帮助。主，谢谢你，你已经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那日用就是今日，主你赐给我们的。主，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缺乏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来赞美你。主啊，当我们担忧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主你的应许。主啊，让我们心里很无助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觉得不被公平对待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来赦免人，让我们不看见人的恶，因为主你已经赦免了我们。主，我们也要不看见人的恶，因为你自己说我们要起来祝福那个恶待我们的人。主啊，你要我们起来按照主你的爱来祝福。主啊，那些主啊指向我们迫害我们跟你关系的人，主，让我们的生命就像在上帝殿中的青橄榄树。主啊，我们永永远远来依靠主你的慈爱。主啊，那个青橄榄树象征的就是盼望。主啊，那就是生命。主，我们在缺乏，我们弟兄姐妹不管在各方面，工作，在学业，主啊，在人际，甚至婚姻，主啊，在我们许多的抉择，在许多的痛苦、患难、苦难中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是要起来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就是要起来紧紧抓住你，因为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主，你是我们的帮助，你是我们的力量。谢谢你爱我们，你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我们要来称赞你，我们要来颂赞你，直到永远，因为主你做新事在我们身上。虽然我们还不了解，我们还误解你，
但主，你就是爱我们。谢谢你用你的丰盛应许，使我们的生命有那盼望。你用你的喜乐来引领我们，即便在那痛苦中，在看似黑暗中，我们仍然看见那个光跟盼望。现在我们就要活出那将来的盼望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持续要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句话的意思，除了神要保护保守我们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恶者。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是被害者，或者是我们常常想要成为那个拯救者，但最后我们自己却成为那迫害别人的人。所以这句话意思，除了叫我们不去遇见试探，就叫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恶者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的国家也一样。神自己说，他要看顾一切。在诗篇里面，他说：“上帝在城内的宫中，在每一个地方，他亲自自己要做这个城的庇护，成为台湾这块土地，他看顾一切，让我们执政掌权者可以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主同行，为我们的国家民生。”很苦，人民很苦，不管在野或者是执政的，愿他们都能够谦卑，转向神，回转归向神。回转的意思就是起来，起来，走向神，做对的事情，做对的决定，为这些受苦的，在灾后仍然受苦，求神来怜悯。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的国家，你所想到的来祷告吧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应许我们，主啊，你要保护成为我们国家的头。主啊，你要成为在台湾你安置那个你的安全要塞。主，你要保护保守我们。主啊，你要你儿女们起来守望，为这个城市，为这个国家来守望祷告。因为主，我们若不祷告，我们没有办法平安的度日。主啊，我们也亏缺了主你给我们的这个使命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警醒起来。主啊，警醒为这个国家，特别是这个国家的执政掌权者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被这些偶像的崇拜所辖制。主啊，让我们真实知道仰望福音，就是主你的慈爱。主啊，你的拯救要临在台湾。台湾是因为福音才能够成为那美丽的宝岛，而不是因为人怎么样来做风景怎么样。主啊，这些都会过去，唯有你的国降临在这里，台湾才有救，才有盼望。主，我们将我们的国家仰望在你手中。主，我们将我们的国家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主，首先我们在这边来向你认我们的罪。主啊，因为我们常常忧虑我们的国家。主，我们常常忧虑国家的前途要往哪里走。主啊，我们的经济，我们的教育，主啊，我们都在忧虑。但是主啊，忧虑到最后，我们就是互相在指责。主啊，我们看见好像是媒体在治国一样。主，求你饶恕我们，因为我们让忧虑来控制了我们。主，我们谦卑俯伏在你面前。主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。主啊，我们是与那空中执政掌权的
黑暗权势来作战。所以主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站在破口当中，主，我们祷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阿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看到，主啊，当我们站在破口当中为我们国家呼求，在这个破口当中为我们国家来悔改，主啊，你要侧耳听，你要睁眼看此处所献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也要说，我们不是认为我们已经得着，主啊，我们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这个标杆就是你的十字架。主啊，我们要在你面前来诉说，当我们看见在台湾的百姓万口要承认你是主，万膝要跪拜承认你是主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。阿们。因为我们看见许多的人回转归向你，主啊，你怜悯我们的百姓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那样子的一个心志，就是活在你的光中，成为你的见证。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作息，我们的工作，就是我们的见证。主啊，人看见就要来羡慕。主啊，人看见就要来问我们说，你为什么这么喜乐？你为什么这么有能力？乃是因为我们在你面前谦卑降服。主啊，愿我们的国家归向你，因为你是我们国家唯一的答案。谢谢你，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是属神、被神所呼召的一群聚集在一起的，为了我们有共同的意向，就是我们的教会。神在58年前让我们在这里设立了迦南基督长老教会。我们能够在这里屹立，可以来传扬福音，可以来敬拜上帝，不是我们人做了什么，乃是这位神，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当中，好不好？我们来持续来读神给我们的话语，来请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迦南教会是属神的一群，被神呼召的，我们都是属神的哦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抢夺神的国度、权柄跟荣耀。神自己让教会变教会，让教会成为教会，让我们人就是成为人。我们千万不要人变成上帝，我们千万不要教会充满人的作为。我们要有神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，神应许我们一切都要更新，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，不管我们当中我们的生命境况如何，我们的神没有离开，永远都不会离开。只要我们愿意有这个祭坛的火，持续奉主的名在这里聚集来祷告，我们奉主的名在这里敬拜、赞美、宣扬主的福音。神永远都是这间教会的神。我们好不好为我们教会我们所列的这些，特别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可以跟神的关系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像神。我们所做的这些都能够合神心意。不管10月和会选举长子，或者是小组，我们怎么样来栽培我们怎么样社区的这一些，让福音朋友可以进来协助福音朋友进入教会，跟教会都有合一的关系，也跟邻舍也一样。愿我们的生命再次被神调整更坚立，时时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让我们不随着这世界。宣教的热忱我们更是要有哦。我们好不好？我们开口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，按照神的这句话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神的，若是我们抢夺了神的，求神来赦免，让我们重新归回，
愿意降服，由神来带领我们的教会。我们开口吧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是的，主啊，你的名一直设立在这里。主啊，在你的教会，主，我们愿你是我们的头。主啊，让我们是你的肢体。主，我们互相能够彼此相爱，因为主你自己来答应。主，你自己的话语说，你先爱我们，以致我们可以彼此相爱，而不是彼此相害，或者是彼此妨碍。主啊，就是你怜悯。主啊，愿你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在此我们说都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主，你是教会的主。主，我们在宣告你是教会的主。阿们。让你的教会真的成为教会，让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让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们以神的事为念，不是以人的事为念。主啊，兴起你自己的教会，按照您的心意所做所行，是对主来负责。主，回应你的呼召，你给教会的大使命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。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来为他们施洗。你教导我们、教训我们的，帮助我们按照正义来分解、来教导这些认识你、敬畏你的人。主啊，让你的教会不要离开你的心意。主啊，让你的教会有你的同在，不然我们不像教会，我们就像俱乐部。因着我们同心合意的敬拜你，因为我们奉你名聚集，教会是你在掌权，按着你的心意，让我们所做的能够荣耀神，使人得益处。这就是教会的使命，就是把人带到神你的面前。主赐给你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 passion， 这样的一个热忱，对人那些神你知道他们失丧，你不愿意看见有一人沉沦，你愿意万人得救。今天如果你的教会所做的是离开神的心意，主啊，你自己挽回，你自己把人带回到你的面前，带回到你的心意，不是带回到我们自己，不是把人带到我们自己的面前。求神来怜悯，让我们把人带到神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将你的教会就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直到永远都是在教会当中。让你的教会在神你的同在里面。祝福这一些初信的，不会因为他们所看到的这些教会的事而跌倒。主，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坚固，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你的教会。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Amen。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，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哦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敬拜他。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，但不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，在你创造里我是
充满我的心。当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，天父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，在你创造里我是大能的勇士，爱和盼望传递着，没有圣经即使随着我。我是天父的孩子，敬拜中得着智慧，手中有权柄能力，右手有征战的技巧。我是天父的孩子，带着希望的种子，满有属天的盼望，喜乐充满我的心。来先啊！我是天父的孩子，敬拜中得着智慧，手中有权柄能力，右手有征战的技巧。我是天父的孩子，带着希望的种子，满有属天的盼望，喜乐充满我的心。满有的属天，满有属天的盼望，喜乐充满我的心。再一遍来，满有属天的盼望，喜乐充满我的心。拍手将荣耀归我们的主。主，我们是满有盼望的子民，是喜乐被充满的子民。谢谢耶稣，让我们每一次来到祷告的当中，我们遇见你，我们知道你的同在，我们成为代祷者，点燃那复兴的火。即使在这世代有好多的困境，神你依然是神，你依然与我们同在。谢谢耶稣，祝福我们这些代祷的勇士，越祷告越有能力，越祷告越有盼望，越祷告越有自由，越祷告越有圣灵的同在。谢谢耶稣，祝福我们手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，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把心敞开的时候，神你就赐福与他们同在。谢谢耶稣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再一次拍掌将荣耀归我们主，哈利路亚！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彼此来祝福，彼此来祝福。